里单场流喂喂，苏再说哪一个？回来，咱在这今天何方言啊？今天丰阳汉元的高庄，眼看着来到俺的两江城，眼看着来到俺两江县啦，好啦，这城头的要关停，这关键呐，这关键城门楼是3丈2啊，这个角里挂风铃，挂着东风叮咚响，挂着西风响铃，叮咚响响叮咚一样的，这位是4个车8个桶，观众看着啊，正往前走嘞，谁知道谁说的奇怪风，大风一起把当真，把他的青丝刮乱干净啊！把他的青丝都刮净，一刮乱，这个冤枉大壮不知要到哪里去。这2位姑娘还不知道嘞，你看他那嘞进了城啊，慌忙把城来进，他这是来到大街中，大街上还有老还有少还有富嘞还有穷，还有贪婪挂着绿，还有这贪绿也挂着红，这简直来访门前大拦住西江路，哎蹦啦蹦啦冒火星哎，这简直茶馆门前弯路着弯，酒铺门前中国的中嘞，这简直越过了当家的牌坊李家边呐，又经过几个喂马棚，你看他的正来往前走，衙门口也没往在面前停，他朝着衙门口来看看，谁还有衙门口谁还有8名的兵，姑娘